这么早回来？嗯？来吧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。 西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怎么在我房间啊？哦，我房间的水龙头坏了，我打电话给我表妹，是我表妹让我来的。干什么呀？苏妍希，你放手！滚出去！你简直是个疯子！滚！ 顾西城，你个王八蛋！你给我滚去死！你敢这样对我？怎么办？看来我已经打草惊蛇了，我得想想其他办法。 贺锦熙，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我今天忙了一天，先洗澡准备睡觉去了。你站住！你让我早点回来，你自己到现在才回来，你什么意思？刚才你那个表姐到我们的房间来洗澡，她说是你让她来的，这是我们的房间，是我们的空间，你怎么能让别人进来洗澡呢？他刚才进来洗澡了。